依圖行傳1339節樣講是家堂，在耶穌內中係嚟撒相信其實達到脫離從一罪惡嘅方面，而是唔係本罪惡產道。嗱，所以家係信耶穌是個脫離從罪惡嘅方面。啊，你喺度吹各樣嘅高出嘅道理都得唔到嘅，但係在耶穌嘅面，因為乜？而耶穌係上帝來到世間事實是㗎。擔世界嘅罪係撒先人嘅，將得到脫離從呢個罪惡，將唔係本一罪產道。嗱，在呢個師傅所書2第8條這樣講到，因為透過上帝嘅恩典，在信心呢個方面是較得救。嗱，所以呢個是較得到永久嘅生命，所以透過這個信心對耶穌基督，也就係上帝嘅恩典，本是較咩是較做嚟嘅。你一直喺講咩是較單身做嚟用工做嚟嘅，也就係上帝本嘅。也咩是較單身去傾滅嚟嘅，是個人類滅唔嚟乜嘅嗱，是個人類唔有繼承是個嘅罪惡，單憑耶穌本嘅恩典，上帝本嘅恩典係嚟撒相信其實。從呢一個罪惡嘅方面，是較唔係俾佢撻到，是較脫離從呢個罪惡嘅方面。嗱，所以是較謙卑而信任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是較都得到呢一個真理嘅方面。阿門。